香港咪有睇過你啦，零首期就可以攞低深圳前海嘅精裝住宅單位啦，送全屋家私家電俾你，直接可以做到拎包入住噶。呢度零首期攞低精裝現樓單位，樓下呢就有2大商場圍繞住嘅屋苑，同埋有3條地鐵口啊，可以翻到深圳灣口岸、羅湖口岸、皇崗口岸嘅，非常之方便噶。依家我哋上去樓上睇睇，上到嚟實體樓啦，睇出嚟嘅位置呢就係地鐵口，同埋睇遠處就係香港嘅位置啦。深圳一手精裝現樓啊，零首期就可以輕鬆上車噶啦。香港租金啊就可以供到呢套精裝現樓噶啦。呢個係1房1廳嘅單位啊，所見到呢啲梳化台凳、冰箱、中央空調、天花吊頂，全部都係交樓標準啊！我哋推出去陽台睇下，下面呢就係地鐵口大型嘅商場啦，萬達、山姆一應俱全啊！睇下房間啦，呢個房間都帶一個衣帽間俾你噶啦，呢邊呢仲有廚房，仲有乾濕分離嘅衛生間啦。中意呢個單位嘅朋友，評論區留言666。